欢迎金曲歌后玛雅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玛雅。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伟忠的专辑拍摄。是因为那个时候想说邀请玛雅姐的时候，其实有点短，因为歌后等级你要在节目上碰到，那某一次就鼓起勇气就问玛雅姐说，就是之后专辑如果想要邀请玛雅姐合作，有没有机会？然后玛雅姐就我是不是一口就答应了？是非常的豪迈就答应了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要跟玛雅姐合作，就开始跟老师就是协调写歌的部分。写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歌曲，扎吉的题材非常的特别，没有唱过这一类型的歌曲。说是紧急拍的就对，算是比较另类的那种寻人，然后有一点跟现实生活有贴近的感觉啊。有些人是因为失智然后走失了，有的是可能是猫咪走失了，或是身边的一些喜欢的东西不见了，寻找的感觉。很开心玛雅姐就是愿意来合作，然后我其实也觉得这个合作过程蛮开心。玛雅姐录音的过程很迅速，我们说真的非常厉害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玛雅姐这次愿意来合作。就很感谢邀请啊，因为整个场景真的我非常满意。对，然后伟忠非常认真，他其实已经先录好了男生的部分。等到我进去录完了之后呢，他就觉得我还可以重新再挑战，不能输。再重新再录了一次，就是之后你们会听到的这个非常棒的版本。今天的 MV 也拍得非常棒，那大家敬请期待这次。期待 MV。扎吉你等来。希望伊早一日回来身边。若是梦，若是戏，拜托。